Hi，我係 Elaine。2025年好快過去，大家對今年有咩感覺呢？近來特別多異象出現，5個黑雨，天氣反常，情緒黑洞特別多，經濟不穩，好多出人意表消息。10月份開始，能量加速反噬，正能量、喜悅、正念嘅朋友仔，恭喜大家，係時候宇宙俾你無限獎賞。反之，負能量、抱怨、無中生有就會出現好多狀態。世界變化嘅節奏越嚟越快，大自然重整規律，即係歸位。一直努力默默貢獻付出嘅你，會受到好多資源貴人幫助，天地會一次過完全送俾你。宇宙從來冇忘記過你，時間成熟，美好嘅一切將會一一出現。10月份之後就係自然歸類嘅時候，重新匹配，祝福大家福氣滿滿，重建美好生命。